谁？此乃天宫重地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去。在下北海上君青木，是二殿下的挚友，他命我将此物带到天宫，移至宝库内。里面装着何物？在下也不知道。倘若未经二殿下的允许，我也不敢贸然打开。既是二殿下的东西，我等自会妥善安置。有劳了，告辞。得罪了。天后，青木已经来了天宫。既然敢擅闯天宫，难道是为了日月戟而来？哼，还好本君早有准备。凤女找你何事啊？陛下，3日之期已到，青池宫可有送回日月戟？陛下，请与我出去一趟。凤女来报，有人夺我天宫之宝。也不知天后将聚灵珠放在了哪一格中。对了，聚灵珠是上古神器，太仓枪或许能感知其所在。谁？北海上君？怎么是你？陛下，我早就说过，这青木并非什么正人君子，竟然来我天宫夺取至宝。您今日亲眼所见，还请严惩。北海上君，你可知罪？